皮有弹性，又是得提做各种样式。唔单止是得做适用嘅卡邦嘅一道东西，也系创作嘅好材料。银行为做顽皮先生嘅五件片，冇呢12年，而做皮雕艺术20年咧。对一开始嘅平面到浮雕到立体，以因此新嘅题材同制作嘅手法，还同薄皮、尼龙皮交叉运用，结合各种嘅双色技术，故所也作品有无穷样嘅风格。無論係金屬素材，也算係陶土嘅質感，一路是得用皮表現出來。尤其係人像雕塑，神韻做到一定強哦，人看呢如何印刷。今天嘅模組，少少嘅跳那模，連紅蘑菇都看到清清楚楚。連線條肌理，韓國藝術嘅聲道全表現出來，十分優秀。皮嘅藝術家五件片，例如牛皮，讓人嘅用才動牆嘅體型，做出嚟一步一步動有生命嘅印象雕塑。人個嘅打來好也唔好，啊，目做睇細粒做片有片哦，亦各方面都一重要。接上你講，萬一你講都會看唔出咧，可能亦貴低皮嘅就冇用睇咧。因為皮革、春的、舊的都有好變化，用冇強用嘅工具做法，創造出有當到好發揮。做得卡啊，也做得染色，也做得因為有延展性嘅關係，也做得人講咧拿來塑，做得雕塑哈，變成浮雕也好，也做成立體嘅東西。成個皮革大師高老高表上去摸出線條，剩下來嘅雕刻工作就考驗技術嘅。像一畫，雖然我看到唔係一複雜，但是夾線條多，故說打時間就變得很長。也打方向有關啦，你講方向打唔錯，圖就變得唔長嘅。重心停停嘅看，停停嘅跳，用高帶深淺落暗染嘅表現，作品看起來會很難立體。也像要打落去，就密度較高，顏色就比較深。五件片應講係頑皮先生。苗栗12年，從寫出好畫圖，退伍過後上筆做事，地先日創造植物設計，下半年畫圖、雕刻、陶瓷，行行都係命。有一擺機會搞嚟皮雕，對家下開始做研究、功夫經驗，還搞出成業。我認為講皮嘅東西，等於講一適合，等於講台北工藝線呢。跟人來搞，因為空間也唔是一法，也唔會講有乜嘅污染。五件片講皮雕做起都係外來嘅客多，像係日本也係美國，開始搞皮雕咧，技術上咧為咗要自家推翻特色嘅皮雕，有咩嘅景點兩片台橋，老師嘅火豐富，還有地方攤行愛興嘅跳那麼澎湃嘅老人家，都當要推翻風情，講嘅都係彩鐵鼓。還有兩件關圖用嘅叫描風花，用皮革表現出像係琉璃嘅質感，咪係佢前陣掉嘅。我係唔係做得用皮嘅來表現其他質感，比如講也部作品啲都琉璃嘅愛啦，嗬，也係講亮啲都嘅馬賽克啦，嗬，順後，也係講因玻璃剪出來嘅嗰種亮，嗰種架勢啊，嗰種感覺。讓染料高上去，為本料是落看出來嘅線條度，一般傳統嘅皮雕顏色，就係用兩種方式來表現出皮革古樸嘅質感。也就先切落去嗬，等下要出體，留下來就這為線條地度嘅顏料。為到嘅作品看起來很難精緻，五件片每種壓刻的色料相互配合，唔但將色彩很難豐富又清晰，咪還唔會褪色。
不过未会用很多嘅时间来验来画。因为皮嘅东西做唔得改，抹落去做唔得改，唔比像油画样嘅油条做得改。染铁盆，迄讲尤其係用液體顏料，你講蓋過嘅話就冇皮膚嘅嗰種感覺。故所嗰種拿捏就愛要愛需要多少嘅經驗嘛呢。件皮冇像師傅好，天天嘅吃，天天嘅改，對食排毒累積經驗。老實話講，一開始做自家已滿意，還有見看見唔滿意。故所做法嘅東西也越多，唔做越多，人技術進步越強。你講做少，做2天嘅樣外，清楚嘅做，將來做影像，做會幾下白晒。幫妹喺那對表面突破想象，撈出了痕跡，用兒農皮做出立體嘅人物雕塑。兒農皮係牛皮，採剪過後掉下來嘅皮，轉為皮嘅成本高，跳下馬是係唔盤得條鐵。冇想到電都變做那一行鐵色重組。是愛應用係皮嘅特性，比如表皮光滑啊，狼皮比較粗糙啊，本身有厚度，它可以燒烙，可以做得少，嗰種感覺。用茶嘅也係用彩剪呢，又盤又破，也可以結合表皮、讓兒農皮、行硬絲嘅作品，按到大體空上口。表現出嘅土體比利比絲嘅感覺，係叫你是大體圖帶來嘅聯想。那種天崩地裂嘅嗰種感覺，震撼。利用嘅有狼皮，有表皮。表皮就講本身土體嘅嗰種優質啦，嗰種很光滑嘅嗰種通體內地度嘅嗰種震撼冇同樣，有一些差別，對比嘅嗰種感覺。絕對去品嘗嘅牛皮，到嚟5件片數後，變做嚟千變萬化嘅藝術品，對表面到浮雕到立體，挑戰製作技術，還能挑戰創意想象。頑皮先生講，想做嘅東西很前道，不過最想去做嘅，還係加入皮雕、皮塑，保留下台灣設計文化。